雾气招远，这等天地之异象，这是登仙路大开的征兆啊！难道真让这小子给练成了？唉，为何我体内依旧毫无仙气啊？水到渠成，如今就差个红尘劫了，是时候让他下山了。哎，为师早就给你说过了，这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你平日里把师傅说的话都当耳旁风了。哼，现在知道错了吗？师傅，您别总是说我，要不您上来让我开开眼？嘿，你还自以为是？好啊，那为师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师傅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您别当真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拿着，下山去吧。师傅，你别赶我走啊！你天资愚钝，不可教也。早日下山讨生活。为师教你的那些小伎俩，够你行走于江湖的了。师傅，弟子谢师傅养育之恩，来日定涌泉相报。等等，师傅，为师担心你天生愚钝，在你儿时的时候给你许配了一个媳妇啊，拿着她找北域杨家。哦，那我走了。走。臭小子，真让你打开登仙路了。接下来就剩红尘劫等着你了。师兄，情商道心稳固，区区红尘劫，你还整天忽悠他，说他资质差劲。他这资质都算差劲，那我们俩还到底算个啥呀？这也是为了他好，但也不用忽悠他呀。依我看，是情深比你有天赋，你心里极度不平衡吧？难道你忘了阿祖师弟？修炼有成后，沉迷世界的贪色权财，最后导致迷失在红尘劫之中。登仙路上心有杂念，身死道消。杨家就是我为他设的一道考验。我相信秦生肯定能顺利度过红尘劫。你就是心里不平衡，这徒弟的天赋比师傅的天赋还高吗？懒得和你废话。师兄，师兄。北域杨家，我就一废人，他们能看上我吗？哎，要是他们看不上我，指定会退婚，说不定给我一大笔银子，够我逍遥一阵。师傅，杨沁，前面就是秘境神梯，你走投无路了。闪宁了，交出清玄心诀，要不老子杀了你！是陈家派你们来的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哼！站！你当真要上这秘境神梯？你找死吗你？不然你以为我过来是干什么？是为了散步吗？回来！这一旦上了这秘境神梯，就只能往上爬，一旦下来就会身死道消，坠入地狱呀！哎呀！传说中的天体，这沉重的威压，压得我骨头都快碎了。
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吗？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吗？武道宗师都没法踏入的秘境，他怎么走下来的？你怎么从上面下来的？怎么了？这山上是我家。你家住在秘境？什么秘境？你先起来再说。奇怪，我的身体痊愈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他帮我抵抗了秘境神体的威压？他到底是谁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他就这样走下去了？老赵，这小子怎么下来了？你不说那个秘境神体只能往上，他不能往下吗？哎呀，史记是这么记载的呀。这人怎么可能呢？难道他是圣子？请问你们两位在我家门口有何贵干？你家门口？没什么，我们这就走。回来，杨庆还活着，我们怎么和赵家交代呀？还是你个蠢货！你见过有人走神体跟闹着玩似的吗？保命要紧啊！前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啊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前辈，啊？前辈？你是在叫我？方才多谢前辈的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这也太夸张了。姑娘，贫道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自从爷爷死后，留下的清玄心诀导致杨家四面楚歌，可惜了。要是能结识这位高人，说不定能帮杨家解决这次灭顶之灾。前辈，我还没问您的名讳呢。没想到那个年轻人居然从秘境神体走下来，恐怕实力远高于老夫呀，很有可能是秘境圣子啊！那个人在外界自称圣子，而且自由出入秘境，被秘境老人收为徒弟的人。哎呀，幸好我们跑得快呀！哎呀，秦道长，请。哇，杨家还真是财大气粗，这装潢不比师尊的道观差多少啊！这要是被退婚，肯定能拿到一大笔彩礼。老爷，这位便是秦生。杨家主，晚辈受家师之命前来完成婚约。还真是老爷子当年那块玉佩。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全身上下毫无真气，老爷子却对这门婚事如此重视。爹，当年您进入秘境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秘境的事情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，就不要再多问了。切记，若日后有人拿这枚玉佩上门提亲，无论何人，你千万不要推脱和怠慢，一定要同意这门婚事。爹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先答应我，若你不能做成这件事情，为父便是到九泉之下，也不能瞑目啊。好，爹，如果以后有人提亲，我一定按你说的做好。好，张道长，你要信守承诺。爹！杨家主，那这婚约是否还作数啊？这是自然。只要你持有这块玉佩，不管你是不是捡的，
我都会履行承诺，也算给老爷子一个交代。去叫二小姐来。是。爹，我才不要嫁给这个家伙！爹，我才不要嫁给这个家伙！小宁，胡说什么？爹，你看这歪瓜裂枣的样子，我这玉佩指不定是哪儿偷的呢。闭嘴！这是你爷爷当初定下的婚约。爷爷定的婚约跟我有何关系？要嫁你嫁！你看看，你养的好女儿。相公，老爷子死后我们都自身难保了。不如给他些银子，让他走吧。这怎么能行？那既然杨小姐也不肯嫁，那贫道就不再强求。贤侄，你这样也好。陈管家，去拿些银子珠宝来。是。外人皆知我杨府节义忠孝，若是怠慢了秦道长，怕是落人口实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。那个小道士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有个叫秦胜的来提亲，说要娶二小姐，要来娶小宁。带我去看看。是。啊！不愧是杨家，真大气！这些银子珠宝够我后半生衣食无忧了。拿去吧，我杨家并非无情无义，这些金银珠宝只要你不挥霍，够你逍遥半生了。怎么，还嫌不够多呀？杨小姐，银子无论多少，贫道都会收下，你何须如此刻薄泼辣？你骂谁泼辣呢？没把你直接从家里赶出去，已经是我们宽宏大量了。闭嘴！我平日是不是对你太纵容了？爹，这婚不能退，必须结，否则日后我到了九泉之下，怎么跟你爷爷交代？爹，分明是你放不下脸面，才不肯退这婚约。哼！人家秦道长都已经同意退婚了，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啊，对，没错。银子快到手了，别在这时候出状况啊！爹，我才不要嫁给这个癞蛤蟆！你这个逆女，你是要弃子为妇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谁要娶小宁？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紫云山那个？正是在下。是你要娶小宁，杨家有救了。姐，就是他拿了个玉佩，上门张嘴就说要娶我。你看他这副歪瓜裂枣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骗子。闭嘴！我听明白了，小宁，你不想履行这门婚事。我也觉得你不应该嫁给他。姐姐，你最好了。七儿，别添乱。爹，如果小宁不嫁，我嫁不就行了？姐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闭上嘴。娘，如果我们不答应这门婚约，那爷爷他怎么能安宁？只怕外人也会说我们不尽孝道，所以这婚我必须结。其实没有这个必要，贫道这就拿着赔礼离开就是。等一下，快把这些庸俗之物收回去。是。秦道长怎么能被这些金钱所羞辱？我的银子，我的钱呢？青儿，为父很欣慰你能够识大体，可是你不是说你要嫁给什么世外高人吗？而且秦道长也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贫道是为了婚约而来，谁都行。怎么能谁都行呢？你看我的大女儿，
刁蛮任性，脾气暴躁，你们俩不合适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既然这样，那贫道就先拿着银两走了。哎，不行！爹，刁蛮任性、脾气暴躁的明明是小宁，你别捣乱了，行不行？姐姐，我……傻闺女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为父是不想你为难，所以才想让小宁牺牲，好给你爷爷一个交代。合着我就是一个牺牲品啊！爹，你不必多说了。作为长女，这婚约理应由我来完成。况且，这应该也是爷爷当初的意思。不行，为父坚决反对。你是杨家的天之娇女，又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，我不会让你轻易嫁给他。我不管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那明日我就跟他私奔。你，那秦道长又是什么想法吗？我没意见。罢了，毕竟这也是老爷子当年定下的婚约，就当是完成他老人家的遗愿好了。杨家这次真的有救了。3日后成婚。等一下，姐，趁现在还没生米煮成熟饭，你反悔还来得及。你要反悔了？不是啊，我想明天立刻成婚。啊！秦道长，没想到我们竟有这般缘分。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你这么怕我做什么？杨小姐，我知道你并非真心嫁我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安置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并非真心？我就是一介废人，修行多年也毫无进展，连师傅都嫌弃我。一介废人能登上神梯，那我算什么？什么神梯啊？没什么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先干正事吧。杨小姐，你别乱来啊！秘境圣子很快就要成为我的夫君了，过了今晚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你怎么比我一个女人还扭捏啊？杨小姐，不要我！这睡眠这么好吗？倒头就睡？哎呦，就算睡觉也不能睡地板上啊！头好痛。昨晚我是不是被谁打了？大小姐不好了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有人上门闹事。什么？我都嫁给秘境圣子了，还有人敢上门闹事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杨家主，怎么不见有人迎接？是不欢迎我们吗？啊，他怎么来了？哼！陈震，我女儿昨日才大婚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早就听闻你女儿号称流云城第一天骄，今日我特地带上弟子前来跟你较量，而且还给你们带来了大礼。来人，上礼！上礼！老爷，这
哼！喜事送花圈，陈震这是完全不把杨家放在眼里啊！自从杨老爷子死后，杨家是谁都能来踩一脚了。老东西，我都嫁给秘境圣子了，我看看谁还敢来闹事！真当这天下是你们陈家的了？老东西，真当这天下是你们陈家的了？你就是杨家大小姐，号称流云城第一天骄。正是。怎么，你想和我切磋？小娘子，你说话挺狂啊！我们上擂台比试。晴儿，低调点。他是陈震的徒弟陈浩，大你10岁，现在也已经是6品高手，很难缠。你与他相差甚远。娘子，要不还是听爹的，低调点吧。这看着就不好对付。我们都是夫妻了，我现在低调不了一点。哦，既然你们2人想跟我比试，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光是比试有点无聊，不如我们加点赌注。若是我们杨家赢了，你就交出你们陈家在中原的3座城。好，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。如果你们比试输了，就交出清玄新诀。你闭嘴！谁人不知清玄新诀乃是我爷爷从秘境中带出来的，岂会与你做赌？我们跟他赌。什么？晴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杨成，依我看，你女儿都比你有胆识，你真是越活越像个王八。你才是王八！娘子，要不然还是听爹的吧。我爹慌，你慌做什么？小娘子，我到底听谁的？爹，相信女儿，这场比试我们绝不可能输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我有10成的把握。好，不愧是我杨成的女儿，我们就和他们赌。有情深在，比武绝不可能输。看来娘子很有把握呀。你们谁先上啊？让我来会会你。哎，别！你不是他对手。爹，不必担心，就当让小宁练练手了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放心吧，这场比武我们不会输，是吧，相公？是，你有把握就好。小宁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陈震，说好的切磋，你徒弟为何下手如此之重？陈浩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师傅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他弱不禁风，一拍就倒。杨成，看来是你的女儿学艺不精，怨不得别人。这只是第1场比试，后面我们等着看。我杨家可不是软柿子。小娘皮，你很狂啊！有种上来跟我打一场！你，姐，帮我报仇，好好教训他。哼，晴儿，拿着，就用爹的青云剑，对待这种人，不必手下留情。小心一点。相公，你上。让他上。让我上？让我上？你不上，难不成我上？我上不了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晴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可胡闹！我没胡闹。就算你后悔跟他成婚，但也没必要让他上去送死。
这门奇事可是你昨日亲口答应的，现在后悔，你让我如何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爷爷？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秦升，他能赢。这女人该不会是想要借刀杀人来悔婚吧？太可怕了！你在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到底还打不打？不打就认输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杨大小姐，你这是在哪儿找的一个怂货？哦，真是白瞎了！你这个大美人儿，你骂谁呢？骂你怎么了？怎么，跟我上来比一场？完蛋，现在是骑虎难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哦，对了，五雷符。此符是祖师爷留下来的五雷符，可召唤天雷，即使修行再强大的修士也难以抵抗。这么厉害？祖师爷的五雷符，差点忘了还有这一手。不过只有一场，只能祈祷不会再有高手来了，不然我是真没辙了。小子，到底打不打？打！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通天彻地，法力无边。法力无边？怎么，你还会仙术？贫道略知一二。杨大小姐，你这是在哪儿找的一个神棍？别着急，等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姐，你还真相信这个废物啊？静儿，休得胡闹！你们不懂，我相公可是天下无敌。相公，快上去，给他露一手。马上，我先准备一下。你这怂货，可笑死我呀！要我说，就干脆认输算了，省得浪费时间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在我刀下活，自刀剑无眼。不对，你普通人，没有半点真气。我相公乃是修仙的，不是练武的，要真气有什么用？等一下，我让你看一看，我是怎么用我的刀，把这小子一块块的切成片。年轻人，讲话戾气不要太重，待贫道先施个法。死神棍，上了擂台还装神弄鬼！你不要如此轻狂，等下输了可别哭鼻子。笑话，对付你一个半点真气没有的人，就算我站在这儿，你又能如何？徒儿，好好陪他玩玩，当着大家的面让他露一手他的仙术，也让我们长长见识。听到没有？快展示展示你的仙术吧，好让大家伙儿都瞧一瞧啊！祖师爷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你可说好了，站着别动。废话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倒是展示你的仙术啊！好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天雷敕令。这是什么？哼，就这？秦道长所谓的仙家手段，连让我动气的资格都没有。贫道此举是给你留3分余地，现在认输还能保全你这一身修为。杨大小姐，你这选夫的眼光实在不敢恭维啊！我就知道是这样，真给杨家丢脸。闺女，你若是不满意这门婚事，解约便是，这又是何必呢？急什么？让剑使再飞一会儿。杨家大小姐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是交出清玄星诀，保住他的性命，还是眼睁睁看着他被我废掉？你自己选。不必多言，你不就仗着自己会点世俗的武功，岂敢放肆？这仙家的法术，也岂是你能揣测的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看看得罪陈家的下场。不行，赶紧让秦升下来呀！爹，相信他。想下去？好，我这就送你下去。现在想奋起反击，晚了，晚了，一点都不晚。亲手把你的双手双脚挑断。秦升小心！天雷敕令。
徒儿，我的徒儿，为什么？怎么好端端的被雷给劈了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是什么？天雷，活生生把人劈成灰了。陈浩，这是被雷劈死了，莫非是秦声引动的异象？我早说过，我夫君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承让承让，也多亏这雷来得及时。哼，装什么装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赶上天雷误打误撞救了你，还真当是自己的本事。陈震，如今你徒弟输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愿赌服输，要么再派一个弟子上台，要么遵守之前的约定，兑现赌注。娘，还比什么比？他们那几个弟子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挡不住，还不如我来教训他，省得浪费时间。这场比试不作数，我徒弟不是输在你女婿的手里，是被雷给劈死的。比赛算不得数。啊，你这老家伙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你别耍赖啊！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。你要真会召唤天雷，那我还会大荒求天指呢。不过是借了天威，也敢在我面前逞能。陈震，你还要不要脸皮？比试规则早说好，擂台上不分生死。如今你徒弟输了，你就开始耍赖。不管什么规则，我徒弟是被天雷劈死的，跟秦声有什么关系？这场比试不作数。方才虽不是秦声亲自出手，但你徒弟在擂台上倒下，按规矩那便是输了。你陈家也是名门望族，岂能如此不讲诚信？为老不尊，言而无信，真不要脸！再说一遍，为老不尊，真不要脸！小子，你自寻死路！欺负小辈，算什么本事？多日不见，你修为又有长进了。呵呵，你倒是还在原地踏步。你们陈家不过如此。陈震，你身为陈家大长老，如此言而无信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分明就是这个小子太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家伙，是你输了不认账，你把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好小子，我先把你杀了，给我徒儿陪葬。要动我家人，得过我这关。好，给我等着！慢着，走可以，但要把许诺的赌注统统留下，否则休想踏出这个门。真要那么绝？如果是你们赢了，恐怕也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看吧？江湖讲究诚信为先，难不成陈家人想要耍赖？好，好，好。本打算给大家一个台阶下，可你们不识相，那就只能请赵老和江老出手了。是人杰榜第一、第二的赵老跟江老，算你有点见识。他们二老一直就在附近，本不打算麻烦二位的，可是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这第一、第二这么强？他们是北域最顶峰的高手，代表着北域最强战力。完犊子，我可没有第二张五雷符了。哼，看来陈震是遇到麻烦了。上次就是因为圣子，让杨沁那小人逃掉了。那位秘境圣子？不能吧，只是巧合而已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遇到圣子呢？哼，只要不碰到圣子，我依旧是北域第一。相公，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赵老、江老可绝非等闲之辈啊！怕什么？有秦声在，何惧他们？莫要胡扯！秦声方才是运气好，借着天威赢了陈浩，但赵老、江老都是9品的大宗师啊！姐，纯靠运气可没法赢9品大宗师。
何况是他这种歪瓜裂枣。说的跟你能赢似的。哼，陈长老不过是比武罢了，何必惊动他二老呢？现在知道错，晚了。爹，不要求饶，少跟他们废话，在二老来之前，先杀了他们。别胡来！你要置杨家万劫不复吗？爹，区区九品有何惧？就算是赵老和姜老来了，我也不怕他们。别看我呀，我何德何能对付得了天下第一高手？好啊，小妮子，既然你口气这么大，不把二位长老放在眼里，待会儿我让你先下去，给我徒儿陪葬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就算是姜老和赵老来了，也保不了你。是谁如此口出狂言，竟连老夫都不放在眼里？方才是谁口出狂言？不愧是北域最强战力，此等气质我遥不可及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，待会儿可别乱说话。二位前辈，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，他们就要杀了在下。小小杨家竟敢口出狂言！二位前辈，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。我们杨家向来与二位无冤无仇，招惹陈家便是打老夫的脸。可是少跟他们废话，明明就是他们受了陈家的好处，在这里搬弄是非、颠倒黑白，和他们讲道理，纯粹就是浪费口舌。无知之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又在胡闹！赵老、姜老可不是陈家，我们惹不起的。难不成服软，他们就能饶了我们？二位前辈，恕晚辈说句难听的，若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要是再过了一会儿，可就不一定走得了了。我去，看我干什么？我可没五雷符了。哈哈，杨成啊杨成，你这个女儿这些年是不是把脑子给练坏了？竟然对二位长老出言不逊。赵兄，依我看，我们许久未出山，这些后生都快把我们忘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必再客气。先拿你开刀！放闪开！先生，别藏着掖着。呀！怎么会是他呀？娘子，你居然让我挡在你面前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我有分寸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难不成让我一女子挡在前面？我看我姐就是想休了你。别胡说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难不成他俩？二位前辈，这个臭小子不能放，他跟杨家是一伙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臭小子已经和杨家联姻了，现在是杨家的倒插门女婿，先前还放出狂言说自己是真仙在世。别冤枉好人啊！天地良心，我可没说过这话。哎呀，上次大人还需自称真仙，可他不就是真仙吗？莫非他和杨家一体？那杨家人岂不是圣子大人？二位前辈，今生虽然是我杨家女婿，但也只成婚了1天，有什么事情就冲我来，不要为难小辈。爹，你说什么话呢？既然我已经娶了杨沁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们有事一起扛。你好，不愧是我杨某人的女婿。你说这句话还让我有点看得起你。好一个情深意重啊！可是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轻易的走出这个门。二位前辈，还请二位出手为在下主持公道。竟敢得罪圣子大人！赵老，你打我作甚啊？打的就是你！参见圣子大人，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恕罪，还请恕罪。
参见圣子大人，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恕罪。等一下，二位前辈怎么给杨家赘婿跪下了？莫非他在藏拙？闺女，你莫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早说过要相信亲生的嘛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可收不起这大礼啊！二位前辈，你们搞错了吧？闭嘴！闭嘴！圣子大人，前面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大人大量宽宏恕罪呀！还请宽宏恕罪。静儿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都不认识他们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我当时可是亲眼看见你从秘境里走出来的。秘境？什么秘境？没指望你是圣子，在现在的情况下，你能装还是装一下吧。起来吧！谢圣子大人宽宏大量。二位前辈，你们二位拿我陈家的好处却不作为，就不怕我陈家家主怪罪吗？哼！你得罪了圣子，还有脸跟我说这些？得罪圣子必须得死！你们不能杀我，我是陈家的大长老，你们敢动我，家主不会饶了你们的。你家主来了，我照样收拾。许久不见，赵老口气倒是大了不少啊！陈一德，你太狂妄了，竟敢伤我杨家人！杨兄何必如此急躁？他是谁啊？他就是陈家家主陈一德，也是人杰榜前10的高手。不过，就算他再厉害，和你比起来还是差点远。姐，我要开始鄙视你了。你怎么开始给这臭男人捧臭脚了？他要能进人杰榜，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小宁，我看你又是皮痒了。家主啊，他们胆大包天，害了我徒儿不说，竟想杀了我。既有此事，二位先前分明说过要庇护我陈家，可现在又出尔反尔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陈家主啊，你可知你眼前这位是谁？秦道长可是秘境圣子，你陈家长老得罪了圣子，那难道不是死罪吗？两位啊，你们当真是人老昏花，识人不清呢。他怎么可能会是圣子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们最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全身上下一身凡气，哪里像是超凡入圣的圣子大人？你说他是假圣子？哎呀，蠢！你宁愿相信他的话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。对啊，我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的。哎呀，那还废什么话呀？还不擒住他！赵老姜老输了！赵老姜老输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陈一德仅用一招就将二位前辈击溃了。陈一德，你什么时候练成的神通镜？神通镜算得了什么？用不了多久，本家主便能突破桎梏，成就陆地神仙。神通镜是什么境界啊？听着不简单啊！你连神通镜都不知道？神通镜便是9品之上，不过在凡间已经100年无人突破。没想到陈一德竟然做到了。圣子大人，你有把握打败他吗？老实说，我真没什么把握。你就别谦虚了。他谦虚什么？但凡是个人都能收拾他。难不成今天就是我等死期？青儿，等下你先带他们离开，我和你爹掩护断后。哈哈哈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
家主，万不可放过他们，不然就是养虎为患呐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你们杀我陈家弟子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过，只要你们交出清玄星诀，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家主，住口！杨兄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夫人，去把清玄心诀取来。可是，不必多言。杨兄，别说我不关照你们，明日来我陈家，我等共创秘境，带进了秘境，有数不尽的宝物和玄功，等着诸位。来不来？你们可要好好掂量一下。陈一德邀请我们共创秘境，肯定没安好心。他为了清玄心法可以杀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。但他可不是在邀请我们，若是不去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哎，谁能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陈一德也突破了神通境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机缘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先去睡觉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我看你是被吓傻了。你就这样，明儿去了也是拖后腿。小宁，说话客气点，他是你姐夫，也是杨家人。行了，当务之急是要应付明日去陈家之事。依我看，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起码要先搞清楚陈一德他准备做什么。我赞成秦升，不就是秘境吗？那去就是。秦升不就是从秘境里出来的吗？等到了秘境，陈家又能算得了什么？待去了秘境，便是圣子的地盘，那还用得着怕陈一德吗？老夫也赞成。我也赞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说定，明日前往秘境。张子，我等先回宗门吧，明日便去陈家会合。哎，好。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可能还有一场恶战。到底要不要跟他一起睡啊？要不还是去厅堂吧。这癞蛤蟆，一想到这癞蛤蟆娶了我姐姐，我就气死我了。去，不去？我今天必须好好给他个教训。去，不去？去，不去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还是去吧。这股力量是天人合一。什么情况？小姨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发生什么了？别动，断了。断了？什么断了？要断了。竟然好了！我竟然突破了5品境界！短短几分钟，我竟然突破了6品境界，和姐姐一样是6品武者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是他治好了我的腰，又帮我突破5品，可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之前一直在藏拙？那是天人合一，他很强，之前一直在装，我就说，难怪姐姐心甘情愿的嫁给他。你要是好了，就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哎呀，还是有点痛。哪里痛？哪都痛，头也好晕。我不管，你
你要对我负责，要不我去找爹娘告状。哎，好，我负责，我先扶你回房间。好。还有，哎，那我先走了哈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这脚还没好呢。哎，我先去给你备点草药，给你疗伤用。不行，先帮我把鞋脱了。凭啥我帮你脱？哎呀，好痛！哎呦，头好晕啊！爹，娘！嘘，好，我帮你脱。要是让你爹娘还有你姐知道，怕是要把我当臊子剁。脱鞋啊！还有袜子。你，爹娘！哎，好，我脱。看来你病得不轻啊！你之前不是很讨厌我这个姐夫吗？我没病，我可好着呢。哎，行了，你先去洗个澡吧，我去给你备点草药，一会儿再给你做个针灸。好。不是做梦，看来我真是6品武者的境界了。他真是个绝世高人，有他在，说不定我马上就是9品武者的境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，你干什么？赶紧把门关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想跟你说，之前我师傅说我生病的时候，我是让你出去，然后再把门关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还做不做？不是，做什么？就是做那个。你混蛋啊！哎呀，是做针灸，我师傅教我的。哦，是做针灸啊。要不然能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女人真是奇怪的生物，突然就暴走。姐姐肯定早就知道秦升是绝世高人，要不然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他啊？哼，姐姐骗我骗得可真惨。不行，秦升本来应该娶的是我，我一定要把他抢回来。站住！你洗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烧热水耽搁了。哎呦，你快睡觉吧，明天还要赴会呢。那么早睡？可今晚是我们的新婚夜，难道你就不想做点什么？你身上怎么有股香水味？这个走，肯定是杨宁的香水啊。其实啊，我是特地喷的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品味还不错。那我们继续。娘子，我们来打坐吧。以前啊，我师傅睡觉前教过我一套吐纳之法，可以快速安定入睡。打坐？对啊，可好用了。我快，一起来。眼前站了这么一个大美女，居然只想着打坐。静下心，跟我一起念：虚极静笃，观窍凝神。虚极静笃，观窍凝神。存一气于混沌，守黄庭以报元。存一气于混沌，守黄庭以报元。这功法竟然能调动如此浓郁的灵气，怎么突然这么困？
昨晚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感觉好像做了个梦？好像那梦还有点真实。你醒了？跟我一起打坐。打坐，又是打坐。你除了打坐还会点什么？修身养性，乃是修行者亘古不变的道行之一啊。光打坐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我们把昨晚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。来，把眼睛睁开。娘子，修行者应当清心寡欲，你这样……但修行道可不只是其中之一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你姐太监动手的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也太不矜持了！你怎么对秦道长动手动脚的呀？你说我？呸！真不要脸！你看把秦道长给吓的。不是，你这大早上的抽什么风？你昨日不是还很讨厌他吗？你们姐妹先聊，我先收拾一下。快说，又憋着什么坏主意呢？哼，我憋坏主意，分明是你！你明明知道秦道长是一个高人，你昨天还一脸不情愿的要嫁给他。原来你都已经知道了。哼，我不仅知道了，我还要抢回先前的婚约。分明要嫁给他的人是我，那昨日是谁闹着不肯嫁？我不管，昨天分明是你诈我。小妹，你就别有这个想法。我和你姐夫呢，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秦升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姐，不许走！父亲，来，多吃点，待会儿可还要去陈家赴会。娘子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太卑鄙了！老夫辛辛苦苦培养的好闺女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玩意儿？嘿嘿。小宁，今日怎么吃这么少？口味不合适。爹娘，我有话要说。有话就说。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哦，就这事啊！坐下吃饭。你姐这门婚事是她心甘情愿的，她开心就好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。秦升原本要娶的人是我，是他半路给我截胡了。胡闹！哎，你别生气，小宁可能也是想替姐姐分忧。不过小宁，以后这件事你就别再想了，你姐的事情早已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不是我。够了，少说两句，赶紧吃，一会儿还要去赴约。你太不要脸了！陈一德竟请了这么多武者，他是想让所有人一同去闯秘境吗？他这么做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都得留个心眼。梁叔，好久不见。你爹呢？我爹呀，他随后就到。诸位就先在此稍作等候。他谁啊？陈家少家主，年仅25，就已经是7品武者，天资聪慧。7品？那岂不是比之前的陈浩还厉害？杨庆，你身边的这位是？少家主，这小子就是秦升，杨家的上门女婿。本少问你们，杨庆，你现在的品味还真是越来越差了，就找了这么一个混小子。这里是陈家，都低调点，别和他们起冲突。爹，没事，放心吧。我嫁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歪瓜裂枣的，还好意思说别人。杨宁，多日不见，你的嘴还是跟往常一样的贱。小宁，肃静。得罪了陈瑶，等下我们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爹娘，是他先骂人的。秦升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也配和本少相提并论吗？你也配跟我姐夫相提并论？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。邵家主，他在骂你，我他妈聋吗？死丫头，你爹娘没告诉过你，什么人该惹，什么人不该惹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全部照打。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下来我这一招。姐夫救我！哎，那本少就连他一起杀了，怎么冲我来了？姐夫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把手给我撒开！喂，你竟敢动手伤了陈少！哎，我没动手啊，这事儿与我无关，分明是他自己倒地，你别碰瓷儿啊！杨沁，一定是你在背后帮他！你少冤枉人！我从头到尾连动都没动，分明是你不敌我相公。不可能！本少怎么会输给这样一个废物？一定是你在从中作梗！陈少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闭嘴！陈震，在，把他们都给我围起来！今天他们一个人也别想活着从这离开！是。陈少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啊！是啊，毕竟杨家都是你父亲请来的贵客呀！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本少给过你女儿机会，可惜她不珍惜，那就让她跟那穷道士一起陪葬吧。早让你们别乱来了。是他不讲理，碰瓷在先，这事儿可不能赖我。都别吵了，先应付眼下的麻烦。谁能打断这臭道士的腿，本少重重有赏。哼！啊！那臭道士不见了，我在你后边。少主，靠！你敢偷袭我？这叫擒贼先擒王。臭道士，敢伤我们家陈少，你找死！小去，快回来！好，好，好，看来你们一个个都是不怕死的，那你们就都给我等着，等着我爹来了。你们一个人也别想活着从这出去。那在你爹来之前，先把你给废了。姐夫说的有道理，反正已经得罪陈家了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先把他给抓住。事到如今，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先把他抓起来做人质。你们敢？得罪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儿！刚才是谁说要废了我儿？是你儿子羞辱我们在先，又动手伤人，我们废了他就不错了。原来是你这个冒牌货！昨日冒充圣子大人，今日还敢来附会！我昨日就说了，我不是圣子，你们偏不信。爹，方才就是那小子偷袭我，还跟这个小娘们勾结在一起，重伤了我。是你先惹事在先，现在又反咬一口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姐夫，你说的对，对付这种人不能手软。陈家主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个事就先这么过去吧？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打伤我儿，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！
噬魂旗！这一段到底什么意思？是把我们全部炼化了吗？噬魂旗，听着好耳熟啊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噬魂旗就是噬魂阵，如同万魂幡，能将人丢入熔炉中，将躯体炼化，就算是神魂也不能避免。本来还不到时候，可现在，我想大人肯定能原谅我的鲁莽。哼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！你要真有胆量，就冲我姐夫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！死丫头，你给我低调点，真当姐夫的命不是命啊！姐夫怕什么呀？他就一个凡人。小娘，你怎么也像你姐姐一样神经兮兮的？好，冒充圣子还敢大放厥词，就拿你开刀！真冲我来啊！是赵老和姜老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终于是来了。二位前辈，多亏及时相助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2个手下败将。怎么嫌命长了，打算一同来送死？哼，老夫先前怎么不知道你陈一德是个卑鄙小人，竟然修炼噬魂阵？难道逆转入魔的？我就说你怎么能通过神通镜，原来是你修炼了剑术！少给本家主扣帽子，本家主只不过是要讨回一个公道。哼，你最好想清楚，秦道长那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就凭他，你们该不会还认为他是圣子吧？赵兄，少听他放屁，上！这口钟是什么？这是九转神钟，当年2位前辈就凭此钟镇压了神通境的大能。有2位长老在，我们总算有了一线生机。2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，还妄想挑战我！去死吧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赵老、姜老输了！赵老、姜老，哎呀，圣子大人，我们没事。真正的神通镜，岂是你们2个老家伙能撼动的？赵老、姜老都不是陈一德的对手，我们不是死定了？九品道宗师与神通境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轻易跨越的。姐夫，你快出手啊！我还不想死，还没成亲呢。小宁，不要为难姐夫，你和姐姐、姐夫一块走，我给你们殿后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秦生还没出手呢。小青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再胡搅蛮缠了。哼，杨庆，你既然这么相信你这个废物相公，那你就跟他一块儿下地狱去吧。好好享受你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吧。不愧是噬魂阵，这强大的力量，我感觉我的武力值正在消散。先去，你要是有这本事，就别藏着掖着了，快使出来吧！秦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再藏拙了，赶紧上啊！秦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再藏拙了，赶紧上啊！小庆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指望他？你没看出来他就是个凡人吗？我想起来了，这噬魂旗我在古籍上看到过，要破解此法，拔出旗子就行。笑话！本家主乃神通境所布下的噬魂阵，岂是你等凡人能轻易破解的？真是不要脸！就你也敢大言不惭！那么有种，你们就试试！金生生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老东西，去围剿！
爹！家主，家主，陈一德，刚才是被谁打倒的？不知道啊，难道是有高人相助？圣子大人就是真实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他干的。啊，大人不愧是圣子啊，纵有万般神力，还能如此谦虚，哎呀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大家看，我把气给拔下来了。难怪陈一德飞出去了，他这是被噬魂阵给反噬了呀！你们快看，阵法的力量正在消散了。我们总算得救了。姐夫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就完了。嗨，我只是碰巧在书中看到过，没什么。小宁，放开你姐夫，这是我姐夫，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。快放开！哎呀，您别闹了。贤婿，真不愧是我亲自选的女婿啊！要是换做平常人，早就腿软了。那是，圣子大人那可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是啊，要是没有陈道长，我们怕是早死在这儿了。对，就是。爹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噬魂阵被破解，启动者必受重伤。你现在怕是连真气都动不了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。你体内的真气正在消散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你们找死！老子我忍你很久了。老子我忍你很久了。哎，我早就想干他了，主要是看不惯他平日里的做法。陈一德，你藐视众生，修炼邪功，罪该万死。我可是圣子的使者，你们敢杀我，圣子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圣子啊？什么圣子？对啊，圣子大人不就在我们身边吗？你以为我为何能成就神通境？那是因为有秘境圣子的相助。秘境？秘境是什么？圣子又是什么？传闻中，秘境中有几位隐士的大能，但几十年来从未有外人进入过。不过3年前，倒是有一位自称秘境圣子之人从秘境中出来，道行深不可测。那这圣子肯定很厉害吧？哇，你们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赶紧把我们放了！哼，现斩为快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太天真，尤其是你们2个老东西，竟将一个混小子当成圣子。哼，老夫我从来只相信眼见为实，钱道长就是圣子，我亲眼所见。对，眼见为实，岂有假？姐夫，你真是圣子？哎呀，我早就说了，我不是圣子，这二老偏不信。我去过秘境，你不是圣子，还能有谁？娘子，你也不信我？你们不是要知道谁才是圣子吗？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要做什么？只差半步，我便能踏入结丹期。只要陈一德那儿没有差错，本座突破那是迟早的事儿。只要突破结丹期，我定能得到张祖师赏识，拜入他门下。哎，师傅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灵气好浓郁啊！那便是秦道长的住所，张祖师唯一的亲传弟子，平日里千万不可去打扰。张祖师的亲传弟子，陈一德遇到了什么麻烦，竟然用玉佩传言给我？姐夫，他
捏碎了一块玉佩。这玉佩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哼，这块玉佩是圣子所赐，只要我拿出玉佩，圣子马上就会降临。如果是真的圣子，我们可就糟了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万一那个圣子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呢？看圣子的意思，好像他知道有人在冒充他。别白日做梦了，圣子大人的话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违逆他。别跟他说那么多了，先干死他再说。是何人竟冒充本圣子的人？参见圣子大人。你这个废物东西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大人，此事与小人无关。住口！他就是圣子。这圣子的声音听着这么耳熟啊，好像在哪听过。耳熟？莫非你在秘境里见过他？这声音好像是我家那二狗子。谁啊？哦，就是我道观里一个长老的杂役弟子，外号二狗子。还真有人叫这个名字啊！谁正常人会叫二狗子这个名字？大胆！是谁在议论本圣子？大人，就是他坏了您的计划。为何如此眼熟？嘿，老东西，是你儿子惹事在先，真不要脸！分明就是你们先动的手。圣子大人，就是那小子动的手，还有那个小娘们儿，她也参与了。此人毫无天赋，不配当养料。此女竟是天灵根，修仙奇才，还请圣子大人明鉴。住口！圣子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本圣子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，今日本圣子在此，是要共邀诸位一同进入秘境，共图大业，所以还请给我个面子，暂且放下恩怨情仇。西区，这个你能应付吗？爹，这我怎么应付得了？你太高看我了吧？那就看在圣子大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与你们计较了。他分明是一个假圣子，圣子为什么不抓他呢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圣子的一个小伎俩，他喜欢扮猪吃老虎，懂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这个假圣子看起来就很强啊！蠢，这要是个菜鸡，他敢假扮圣子吗？你可真聪明啊！你别忘了，我们俩可是亲眼看着圣子从秘境里走出来的，眼见为实，懂吗？谁真谁假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还是你聪明。所以我们就配合好圣子，演好这出戏，会一会这个假圣子。诸位，3日后秘境见。那圣子大人，我们如何进入秘境啊？上了神梯，你便知。你们当真要去秘境？那所谓的圣子听起来不太像是好人。去啊，这为什么不去啊？对呀，那秘境必须得去。娘，我也觉得进秘境这个机会机不可失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激动？老夫呀，只是一直听说秘境的传说，早就想去看看了。哎，我也是。只要进了秘境，就能够紧紧抱住圣子大人的大腿。夫君就是从秘境出来的，要进去那不是简简单单，说不定还能获得什么机缘法宝。其实我总觉得那什么圣子没安好心，他让我们去秘境，却没说如何进。要知道秘境的云梯只可上不可退，如果没法走完神梯，那将万劫不复。传闻神梯会测试资质，只要资质得到神梯的认可，便可走完神梯。也就是说，那圣子就是要走上神梯之人。测试资质，那我觉得杨庆完全没问题啊，他很有天赋。我这资质再好，哪比得上你啊？姐夫，那我呢？你差点意思啊！神梯无论如何都要走上去看看，都早点休息，明日早点出发。你要干嘛？姐夫，你说呢？
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昨天是你害我受伤，我还没好呢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说呢？哎，小心姐过来了。我姐看见了又能怎么样？小宁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不来。某些人又要动歪脑筋了。哼，谁要动歪脑筋？这门婚事本来就是我的，先前分明是你诈我，那也是你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我有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要不你们两个一起？秦生，你不要脸！姐夫，你真不要脸！这招果然见效快啊！就是有点疼啊！你们确定这条是去往秘境的路？前面就是秘境，之前倩儿去过。姐夫就跟着走吧，这风景还挺好的。可我总觉得这条路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来过这儿啊？我想起来了，这条路就是通往我家的路。姐夫，你该不会是要说你家住在秘境里吧？可别吹牛了，快走吧。走吧。等一下，这还真是我家山门啊！你家山门，姐夫你虽然很强，但你这毛病真得改，不能老是喜欢吹牛。真的，这里再往上走，马上就到我家了。你们爱信不信？吹牛谁不会啊？我还说我住在这儿呢。是吗？那你上去个试试。我才不去呢，一会儿下不来可就完了。魂飞魄散了。原来这个台阶就是你们所说的神梯啊！我师父确实说过，只有有资质的人才能上去。看来我们得回去了。回去？那不能回去，绝对不能回去。对啊，不能回去，神梯还没上，秘境还没进，不能回去。二位前辈，你们是9品的高手，当然还有机会。可我们上去了，那不是等死吗？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这里有人能上去。闺女，我不要听你胡扯，趁早回家。是啊，我们这里真的有人能上去。你终于愿意上去了，那赶紧展示一下吧。我说的那个人就是你。你相信我啊，去吧。夫君不会骗我的。青儿，你快回来！贤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你这是要害死青儿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杨家大小姐怎么上去了？我靠！居然让自己老婆上神梯！我去，秦道长这是打算私吞家产。秦生，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相信杨沁，这神梯对她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杨沁乃是修仙圣体，天灵根的，师傅肯定很喜欢这样的徒弟，也算是我对师傅的一片孝心了。贤婿啊，我不要听你在这胡扯，快让沁儿回来！哎，爹，淡定了，姐夫说没事儿，那就一定没事的。你怎么也是这样子呀？这就是神体啊，只可上不可退。秦生，我要被你害死了！娘子，加油，往上走！我要是能下去，第一个就收拾你！哼！难道秦生真的看出我的天赋了？拼了，反正已经无路可退了。哎，可惜了，杨家这大小姐只怕是要死在这神梯上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姐姐，加油！怎么回事？我竟然真的成功了！姐姐登上神梯了！女婿，青儿真是那什么天灵根？我一般喜欢叫极品天灵根。你看，姐夫说的没错吧？说能成功，我姐就一定能成功。这圣子的眼光，那不可能有错的。那现在姐姐已经上去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上去了？那是自然，跟我走。好。
站住！秦儿好歹也是天赋异禀，你一点修为都没有，不能去。贤婿，这可是秘境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可别乱来。哎，贤婿，你走什么？站住！怕什么？姐夫说能做到，那就没问题。你叶飞的魂又瘸了，青儿怕是要守寡了呀！哎，无需为圣子大人担心，他自有把握。我没事。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是神梯失效了？贤婿小心啊！爹，你别担心他了，他肯定没事儿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都丧着一张脸啊！贤婿，你怎么不仅没死，还从台阶上下来了？这神梯不是只能上不能退吗？这神梯啊，一般人上不来，但是我可以。哎，圣子大人，那我们呢？你们想上来的赶紧上来啊！一会儿可上不来了。哎，老夫来了，来了！加我一个。小宁，小宁冷静点，先别去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真能上去？难不成是秘境的力量减弱了？这秘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衰弱期，但是时间不定，有时候是几年，有时候是几十甚至上百年。没想到我们运气好，竟然遇上了。快，我们也去吧，等着我们。哇，终于回家了。这地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会不会有野兽出没？怎么感觉阴森森的？娘子放心，这方圆10里的野兽凶兽早就被清除了。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。哎呀，娘子，随我来。跟着姐夫走，肯定没错，我也来了。终于要到秘境的核心区域了，没想到我老夫还有今天。老赵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等等我们。大家别客气，进来随便坐。你干什么？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？贤婿啊，这道观可能是隐世大能的住所，咱们还是别进去为好。爹，别担心，有琴声在呢。姐姐姐夫，等等我！哇，这家具这柱子，一看就是用百年红树雕刻而成的。哎，老赵，哎呀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们还真进去啊？走吧。哇！贤婿，你不要乱动人家东西，把人家得罪了就不好了。哎呀，别怕，这里是我家，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来。哎呀，你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？等一下道观主人回来了，你可别害了我们大家。姐夫，我先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这茶肯定不简单，我们要细细品尝。我也来一杯。娘子，你不来一杯？我第一次来你家，你就给我喝这个？别着急啊，晚上我带你吃大餐。秦生，这里真是你家呀？这茶我居然突破了9品之境！这是什么茶？我只喝了一口，就突破了9品！哇，我突破神通了！这茶真是神奇呀！我也是。秦生，这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哎，不要咋咋呼呼的。放心，这是姐夫家，这茶不会有问题的。现在你脑子里是不是除了你姐夫就没有别人了？哼！是谁胆子这么大，竟敢擅闯云顶峰道观？这道观的主人回来了，秦
秦少，这都是你的错。没事儿，娘。人家都堵门口了，你还说没事？哎呀，赶快出去给人家赔礼道歉，外面的前辈肯定不会和我们计较的。对，你赶紧出去道个歉。娘，外面那人啊，就是我们的守山长老王渊，等他进来再说。庆儿，你赶紧劝劝秦生。娘，你那么害怕做什么？秦生难不成还会害我们不成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位前辈，是我们鲁莽擅闯了道观，我们这就出去。王长老，一起喝个茶呀。秦少，你怎能对长辈如此无礼？秦道长，先前是我无礼，不知道是您回道观，还请恕罪啊。前辈，您这是？你们便是秦道长的客人吗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座道观的主人便是秦道长的师尊，而秦道长是未来的继承人。你是道观的继承人啊？啊，我不是啊。其实我是被赶下山的，今天刚好回来。差点忘了，秦道长还不知道，其实张祖师已经把他当成继承人。啊，对了，我师父跟师伯呢？你说他们呀，他们出山游玩了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嘿，他们过得还倒是舒坦。本来还想找我师尊，让他帮我解决一点小麻烦呢。麻烦？连你都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你张祖师恐怕也无能为力吧？那算了。这座道观真是你家啊？你家真住在这秘境里？你没有骗我们？哎呦，我早就说了，我家就住在秘境里，你们偏不信。我信，我信，我一直都信。老夫对圣子那也是坚定不移的信任。老夫也信。我对你的信任绝不动摇。那这位长老是？我就负责看门巡山罢了。要不是有张祖师青睐，我也没有机会留在这山中。等一下，贤婿啊，如果你是这道观的继承人，那之前那个圣子又是谁啊？我也不认识，他让我们去的地方就在云顶峰的犄角旮旯。秦道长，您说的人是？可能就是偷跑进来的吧。竟有这种事情，这是我的失职啊！我这就去收拾他。哎，不用了，正好我要去看看。奇怪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武者进来？圣子大人，怎么了？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没有资格通过神梯的测试。那个圣子大人，兴许是他们运气好呢。不可能，除非是有秘境的人带进来，否则进不来。但是人多，岂不是多多益善？那杨庆为何不在？他的灵根是最好的，到时候我用秘法剥离他的灵根，为我所用。也许是还没有进来。你是在找我们吗？是你在找我们？你终于来了，秦生，你们胆子真是大呀！让我们等着你们来。我看你们是胆子太肥了，竟敢假冒圣子。哼，假冒圣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台上的人不是圣子？混账！污蔑圣子可是死罪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呸！他也配！
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。难不成这秘境里面还有第二个圣子吗？圣子只有一个，但绝不是他。他要不是圣子，那谁是？大家可别相信台上这个冒牌货，真正的圣子是我姐夫秦道长。秦道长是圣子？宁儿，就算秦圣是秘境的圣子，但他没有修为，我们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谁说姐夫没有修为的？一会儿挨个收拾他们。你们脑子是糊涂了，他就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，还敢妄称圣子？是吗？那如果他是圣子的话，为什么不敢在紫云道观和我们相见？他要是圣子的话，怎么不见长老来接待？这因为……都给我住口！我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，今天都必须死！小子，你现在回头还不晚。这秘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圣子。我就是圣子！你不是圣子，我姐夫才是圣子。我不是圣子。姐夫，你真是圣子啊！我不是圣子，这秘境里根本就没有圣子，只有道士。都给本座住口！本座就是圣子！圣子大人息怒，我这就替你杀了他。滚开！本圣子要亲自动手，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今天不会活着从秘境走出去。你这么做，不怕张之宗知道？你知道张祖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还认识王渊长老？你去过山顶？我是去过。要是你最敬重的张祖师知道你是如此作为，住口！只要把你们都杀了，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。这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啊，又是噬魂阵！之前是你们侥幸逃过一劫，这次由圣子出手，你们没机会了。我看你们才是没机会了。小娘皮，你找死！陈燕儿，既然秦生给你们机会不好好珍惜，那到时候就别后悔，到时候可别哭着求饶。胡言乱语！哎呀，又是什么噬魂阵？你就不会点别的？什么归虚阵啊，化灵阵啊？笑死人了！什么归虚阵、化灵阵，从来没听过。圣子大人，我看他们是吓破胆了吧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话？你是从哪知道这些的？你只会最垃圾的噬魂阵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资格学其他阵法，甚至连看的资格都没有。秦生，你太狂妄了！圣子乃世间唯一的真仙，无所不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师父是秘境里的王渊长老。既然你知道那么多，本座更不可能会放你离开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放心，本座会将你的躯体炼化，化作本座成仙之路上的养料。虚媚，冥顽不灵。
什么？这么厉害啊！我没看错吧？我们女婿一掌就将这个假圣子打趴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心虚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一开始就是在藏拙。齐生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姐夫，你藏了那么久，终于肯露出来了。我是觉得这假圣子貌似也没那么厉害，而且你们张祖师好像忽悠我了，我好像没那么弱呀。滚开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可是筑期后期巅峰修士，差半步就踏入结丹期，居然挡不住你一招。筑基期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师父只教过我一招。哎呦什么？你看，也不知道张祖师何时回来，希望秦道长能在张祖师回来之前解决掉那个擅自闯入者，不然我肯定少不了被责罚呀。唉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怎么不见江无悔呢？等一下，这股力量是秦道长。怎么可能？这股力量，你也是修仙者？修仙者，姐夫。修仙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姐夫，他就是修仙者。哼，姐姐，你们骗我骗得好惨啊！我也才知道我是修仙者，你们张祖师啊，一直在忽悠我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才知道你自己很强？对啊，原来你之前的藏拙不是装的。我要是早知道我自己能横扫一切，我还费什么劲跟他们拉扯什么？修仙者，我女婿竟然是修仙者！你们二位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那是，我们一直都对圣子大人无条件的信任。对，无条件信任圣子大人的品德，我们对您忠心不二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前辈饶命，这件事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放过我们吧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这身上杀气这么重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鲜血。前辈，饶命啊！哎，就你这样，还敢自称什么秘境圣子，真是可笑。对，秘境，你不能杀我。我师父是秘境的护山长老，我师祖是张之宗。你要是敢杀了我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秦道长且慢！秦道长且慢！秦道长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师父，你救救我！这位道长他要杀了我！张无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本来是在这里修炼，然后他突然冲进来，让我滚出去，还想要杀了我。你污蔑人！明明是你伙同陈一德，想要用噬魂阵炼化我们。噬魂阵？你在修炼噬魂阵？果真有此事？师父，我没有啊！为师再问你一遍，你有没有在修炼噬魂阵？那可是我们宗门的禁术。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一定是他们的污蔑！对，长老，是他们污蔑在先。你放屁！你刚才还想用噬魂阵炼化我们，怎么
敢做不敢当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师傅，你宁可愿意相信这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弟子吗？为师再问你一遍，你刚才所说的句句属实，没有半点虚言吗？没有半点虚言，我怎么敢欺骗您二老呢？真的没有？师傅，真没有啊！若有半点虚言，我自毁于天地！住口吧！我没有你这种徒弟！师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犯下滔天大罪，还敢口出狂言！师傅，我没有啊！你宁可愿意相信这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弟子吗？你可知道秦道长是何人？他可是张祖师的亲传弟子。秦道长有必要骗我吗？张祖师的亲传弟子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是他？张祖师，吃糖吃糖。今天是什么喜事啊？还能有什么喜事啊？那小子突破渡劫期了。什么？秦道长突破渡劫期了？千百年来，终于有人突破渡劫期了呀！以秦道长的天赋，飞升成仙亦有望啊！老夫也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了。渡劫期，那岂不是仙人？二狗子，当年你苦苦哀求二位长老带你入门，你说过你会心系天下，造福百姓。当年你下山的时候，我们都深感欣慰。可是，你下山却是去作恶。秦道长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让这个孽徒下山作孽，还请你恕罪啊！行了，发生这种事情，也不怪你。或许是我们看错人了。多谢秦道长。秦道长，怎么收拾这个孽徒？留他一命吧，斩去他的经脉，让他此生无法修炼。是。不能废掉我的经脉，让我无法修行。我和废人有什么区别？孽畜，你害死那么多人，要是继续放任你修行，以后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。师父，饶了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错。饶了你？那些被你害死的无辜冤魂，谁饶了他们？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。秦道长，人我先带走了。接下来该算算我们的账了吧？秦道长饶命！要莲花你们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都是我爹做的。孽子，窝囊废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本来就是你做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秦道长，你就杀他，孽子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你就认了吧。够了！我没空在这看你们父子反目，我不会杀你们的。但我是童真的修为，你废了我的修为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修炼。我只是取回了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多谢秦道长饶命！我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且慢！圣子大人让你们走，但我们没有答应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秦道长都已经答应的事情，那不准你敢违背秦道长的意思。你怎么处置他们，与我无关，交给你们了。秦生，不加信用！你不是已经答应好了吗？放我们走的吗？我是答应你们了，但是张老、江老不答应。你不得好死！走吧，我们回家，时候也不早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是回道观还是？哎，先回家吃个饭吧。我呀，还要去见一下我师傅还有师伯，他们一直在忽悠我，我得去问个明白。师祖可能也是为了你好。师傅呀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诚心破妄，方知我。云起足下，始见真。哎呀，王长老不是说他们今天回来吗？这也是时候啊。秦生，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么，担心他不喜欢你？别怕，我师父他就是个老酒鬼，老爱喝酒了。哼，到时候你给他准备点好酒，他保证喜欢你。那我呢？我得准备什么礼物呀？小宁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我不还是为师傅他老人家着想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动什么歪心思，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切，公平竞争。臭小子，我回来了！弟子拜见师尊。哎呦喂，行啊你，这下了一趟山，带了2个道侣回来。师傅，一个。这位是我妻子杨沁，这是小姨子杨宁。晚辈拜见师尊。哎，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哎呦，他身怀天灵根呐，不得了啊！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杨沁，你是天生的修仙者啊，以后就在山上修行，不要下山。以你的天赋，铸就修仙之路，那是迟早的事。还不快谢我师父！多谢师父，弟子一定潜心修炼。哎，好。师父，那我呢？你这，哎呀，没事，以后也跟着修行。以你这3根柱的天赋的话，将来有机会突破结丹期。杨宁，让你之前嘲笑我没天赋。行了，少废话，也没事炒2个菜。最近闭关有些馋了。师父，还是我去吧。好。我也去帮忙。好。哎呀，你这下山究竟遇到什么事儿啊？竟弄了2个道侣回来。师傅，好。哎呀，这就骗我你啊！